廣州新房一直熱銷嘅花地灣板塊，當然要數佢啦，理想花地。而且5·1熱銷過後咧，佢哋開放咗高區119方同113方嘅新板房。今次就由我帶你睇下佢有幾正啦。理想花地項目能夠持續熱銷，當然離唔開而家買樓經常考慮嘅鐵殼箱3要素都過硬啦。在售嘅豪景組團仲緊約300米，真係夠晒近。而理想已經開學，仲要挨住咁靚花地河公園嘅省實荔灣花地校區，就更加係好多客戶們青睞理想花地項目嘅重要原因。而豪景組團除咗有自身底商，接落嚟嘅白鵝潭更有濱水太古里同埋萬象城，頂車商業分分鐘超車天河，所以賣得好真係有法寶。而家就睇下佢哋最新嘅板房啦。單單門口嘅收納空間已經咁有驚喜啦，再多行李篋都放得落啦。當然空間更有驚喜就係佢呢個哇開放式嘅超大客廳，因為而家改造後有成65方嘅大空間，7.3米嘅航母級陽台，呢個只係129方嘅榮就俾到你咁大嘅空間，係咪不敢想象呢？當然啦，呢啲 LED 式嘅設計咧，亦都係而家時尚流行嘅。整區空間當然都夠大啦，除咗客廳呢個改造嘅房間，呢度仲有2個嘅大次臥，而且最後邊哇呢個主人房空間就真係勁喎，因為咧以前可能119方絕對係俾唔到你咁樣嘅闊綽空間，亦都用咗而家流行啦3面嘅 L 型環幕式嘅大飄台，當然衣帽間、大套櫃亦都係有埋嘅。143方嘅收納間簡直大得誇張，係你又會想擺啲咩收藏？如果想要空間更闊綽，當然睇下呢間143方嘅大頂配戶型啦。而家呢個大廳加埋 LDK 廚房嘅設計，成個開間超過60平方嘅面積，而且呢個戶型咧有個最大優勢就係全開間南向，全南嘅臥室亦都係得到父母嘅喜愛，全家人都中意。噔噔，哇！呢個咧大頂配嘅超級主人房，當然有個超級大嘅衣帽間啦。成個38方嘅超級主人房裏邊咧，有一個真正俾到你，我認為呢啲先叫步入式嘅衣帽間。你睇下3邊嘅衣櫃空間，再加埋中間島台，哇！再多靚衫都放得落啦。而且呢個主人房嘅空間尺度咧，當然不止咁簡單。喺我哋呢邊亦都有咧，而家是流行嘅 L 型270度環幕大飄窗，所以成個空間感真係超然嘅。豪景組團高區闊窄2個示範單位已經開放，佢哋打造越級嘅空間感，真係值得我帶你嚟實地感受一下。中意邊個戶型，不妨喺評論區話我知啊！更要記得關注我帳號買樓有質素。